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一个姓寇的专员，伊向指控讲，伊对外拢讲讲，伊有法度用县府的标案来趁钱，骗人募资，抑阁有借贷的钱有甲亿外。受害者有超过50个人。伊伫咧失去联络的9天了后，初一暗时台咧台北车头去互撞到，伊贪污诈欺等罪移送法办。检察官复审了后，以被告的犯罪嫌疑重大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县长亲自来甲大家分平安符吼，祝大家阖家平安。惠宜兰县长林志标伫9月妈祖文化节活动期间发平安符，这姓寇10人是宜兰县政府请的公共资产管理员。最近却传出涉嫌对外讲有法度采购县府标案来趁钱，向外骗钱募资、加借贷，用要执行，受害者超过50人。就是拢讲讲是县府的标案，安尼啊，叫人去投资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怎么钱拢人款。姓寇10人是公共资产管理员，被派驻宜兰市，拍林志标名声来走摊，互外界看作是林志标核心幕僚。伊非9月18日开始失联，在路灯的徛家大门拢锁起来，风声是钱款的走路，被害者求上无门，向警方报案。目前许愿已经失联状态了，那详细情形我们都是传闻，也都没有办法去求证。那我们这边也请警方那边也在搜寻当中。县政府表示，因为姓寇专员失联真侪天，县府用控制3天时透露，对外界风声无法度求证。初一暗时，警方伫台北车头掠到姓寇专员，宜兰地检署检察官复审了后，认定姓寇专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、两级部上议会诈取财物，还有刑法诈欺取财等罪，涉嫌重大，而且有串证逃亡甲灭证的嫌疑。所以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